后来过来，无讲咱拢唔知。今仔日11月12是医师节，卫福部南投病院医生今年收到真无同款的礼物咯。院长为着要感谢同仁伫疫情期间的辛劳，送予院内75个医师，一个人一支上新的 iPhone 12的手机啊。 绿色的，绿色的。跟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一样的。收到新上市的手机啊，南投病院医师目睭闭甲真金，这是因收过上特别的医师节礼物。有啊，很开心，就是虽然辛苦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回馈。不过，某医师摕到手机啊，护理人员就讲关出来，关出来，互医师淡薄仔无奈。我一拿到，大家都看着他。 我就看到那个大概是猎物了，一定会被人家。所以要当成尾牙的抽奖礼物？没有啊，等到尾牙，已经被抽掉了。11月12号，医师节，卫福部南投病院院长为了感谢辛苦的同仁，为合作会内底拨钱出来买上新型的手机啊，送予75个医师。好，那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这些经费也有一些减少。那院长就做这样子的安排。iPhone 12吗？对。哦，还不错呢，可是没有人送我。有医师把手机啊送予厝的人，嘛有人送予护理长，互医界和别的民众有够欣赏的。对医师来讲，防疫就算辛苦，不过受到肯定，这是上重要的。